嚟咗好耐啊！你唔想我啊？我留你喺度執波，唔係叫你踢波，快啲執波！金，你睇住你啊！我一定要用你隻腳爬上你個頭。曾自我質問，誰令我讓血汗流一身？誰令我拳頭握緊？答案堅決直行。想當年我郭錦雄喺球壇上紅極一時，點解我今日會做你哋嘅教練呢？就因為氣力不足，莫氣。內我路無彎轉，倦極都要踏完。是我為理想，血我路途上。自我挑戰為理想，不管天傷。寫條君子書，我路上。自我挑戰為理想，不管天傷。人罵我蠢笨，何時要讓我汗流一身？何時要拳頭握緊，踏着苦痛獨行？我幫你報咗仇啊！唔好落去玩，啱到講嘅咋？哎呀，聽你咁講，今次夾得落去。點會咁㗎？邊個掟我？對唔住啊！